在這個快節奏的生活中，我們常常發現，即便是最親密的伴侶之間，也可能存在住一些微妙的未解之謎，尤其是男女之間，因為思考方式和生活習慣的不同，常常會有一些小誤會和忽視。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揭開女人日常中的10個微妙暗示，讓男同胞們能更細心地讀懂另一半的心。一、他突然換了新髮型。當你發現他某天突然換了一個新髮型，別急住誇他真好看就完事了，這背後可能是他想要一點改變，或是想聽聽你對他新形象的看法。這時候不妨多聊聊，問他為什麼要做這個決定，是不是最近心情有變化，或是對你們的關係有什麼新的期待。二、他頻繁提及某個朋友。如果他最近總是提起某個朋友，尤其是女性朋友，別急住吃醋，這可能只是他希望你能多關注他的社交圈，或是在暗示你，他也需要這樣的陪伴與交流。試住邀請他和他的朋友一起聚會，或主動詢問他們之間的趣事，讓他感受到你的支持和理解。三、他晚上想看電影。別小看這個簡單的提議，有時候他只是想和你共度一個安靜的夜晚，享受彼此的陪伴，選擇一部他喜歡的電影，或乾脆讓他來挑。看電影的過程中，不妨多留意他的反應，聊聊電影裏的情節，說不定能發現他內心深處的小秘密哦。四、他突然想學做菜。如果他突然對烹飪產生了興趣，別急住笑他廚房殺手，這可能是他想要為你們的生活增添一點新鮮感，或是想透過這種方式表達對你的愛和關懷。不妨主動提出一起學，即使是從最簡單的菜開始，這樣的互動能讓你們的關係更加甜蜜。五、他提到某個節日。當他不經意地提到即將到來的節日，別以為他只是隨便碎碎，這可能是他在暗示你，他希望在那個特別的日子裏能收到你的驚喜。不妨提前準備，即使是一份小禮物，或是浪漫的晚餐，都能讓他感受到你的用心。六、他買了新化妝品。新化妝品不只是為了美，有時候也是他想要嘗試新事物的表現。當他興奮地展示給你看時，不妨誇誇他的眼光，再問他為什麼選擇這個產品，是不是最近皮膚狀態有變化，或者是對自己的形象有了新的定位。七、他逛街時總是試穿裙子。如果他逛街時總是忍不住試穿各種裙子，別急住說他愛臭美，這可能是他想要展現自己不同的一面，或是在尋找更適合你們關係的狀態。不妨多給他一些鼓勵，讓他知道你欣賞他的每一個樣子。八、他突然對某個話題有興趣。當他突然開始注意某個話題，像是心理學、瑜伽或某個明星，別覺得無關緊要，這可能是他想要拓寬自己的視野，或是在尋找一種精神寄。不妨和他一起探討，你會發現這樣的交流能讓你們更了解彼此。九、他常哼唱某首歌曲往往能反映一個人的心情。如果他最近總是哼唱某首歌，不妨問問他為什麼喜歡這首歌，是不是歌詞觸動了他的心弦？有時候一首歌就是他想對你說的話。十、他晚上想散步，簡單的散步也可能藏住他的小心思。他可能想要和你一起享受夜晚的寧靜，或是想要和你聊聊心事。不妨放慢腳步，聽聽他的想法。這樣的時光往往比任何言語都更溫馨。在愛情的道路上，細心和耐心是通往彼此心靈的橋。記住這些微妙的暗示，或許能讓你們的感情更加深厚。愛他就要學會讀懂他，從日常的小事做起，讓愛情在細節中綻放。